係咪個裝修好靚呢？我而家位處於名鑄一個高層嘅 C 單位，呢個單位實用面積係1466尺，佢係3房1套嘅間隔，附設咧有豪華嘅裝修同埋全屋嘅家私。不如等我同大家介紹下。我哋由大門入嚟，先見到飯台嘅位置，個水晶燈好靚啊！入嚟仲有全屋嘅家私，牆身佈局。呢個牆紙配搭好 modern， 好靚啊！呢個 C 單位都係半圓形嘅設計，佢可以睇到個海景好闊、好長。香港嘅地標基建基本上都會俾你睇到嘅。望返落去睇到部分嘅信號山公園景，景觀大致都係開陽舒服。嚟客廳睇睇，間屋主要都係用灰銀色嘅設計，感覺好時尚得嚟高雅。我哋去一去客廳嘅左手邊第一個套房睇睇啊！呢度放咗張雙人床，絕對3邊落床，睇海 OK， 好靚。浴室位都係有窗，仲有埋個浴缸、企缸嘅位置。主人套房嘅另一端，仲有一個衣帽間。雖然比較簡單，但係儲物嘅位置係好多㗎，可以放好多衫，仲係趟門式嘅設計添。我哋再去客廳右手邊另一端啦，睇一睇呢度有一個客廁嘅，同埋淋浴位。過一過去對面呢一個客房睇睇啊，都係環迴設計嘅。門後面仲有一辣嘅衣櫃，同埋電視機。門口旁邊仲有一個書台位。咁就唔使額外加張書台啦。再嚟同你睇第3間房間，呢度都係放咗個雙人床嘅，但係呢一邊嘅景觀睇個維港景真係 postcard view 比較多，大致都係光猛開揚。坐喺呢個環迴嘅窗台位度睇景，好寫意啊！衣帽間更加唔少得啦。我哋出返客廳度睇睇啊！近門口位置旁邊原本係一個工人房，但係業主打咗佢，變咗一個好似吧台形式咁樣嘅設計。攞嚟做收納位。呢度仲有個迷你吧、小雪櫃。望返出去，都係睇返個廳嘅。我哋出咗呢個吧台位，出返嚟睇一睇個廚房位。廚房嘅佈局都係發展商原有嗰個裝修設計，照樣都係睇到無敵嘅維港景。如果你哋對我今集介紹嘅內容有興趣或者疑問，歡迎隨時聯絡我約睇啊！我係有鎖匙㗎，記得打俾我 Lily 啊！多謝晒，拜拜。